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你掌管宇宙万物，你建立宇宙运行的次序，你使我们安然生存在其中，我们感谢你。在新的年度，我们更新自己，除旧布新，愿意竭力认识你，从圣经里你的话语中认识真理的教导，且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成为你使用的器皿，也成为福音的出口以及见证。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在从你的话语中重新得力。如我们把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灵粮诗选83首真神之爱，我们一起来唱全首。真神之爱伟大无穷，高深笔墨难以形容，高超出心胜过海洋，长过高山，无法测度。是主犯罪，惶恐的手，真切爱子拯救。是我罪人，余生和好，赦免一切罪有。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上主颂扬。纵然时代变更，过去的往往却衰败败亡，更是人不求生，却上山时不求宝藏。真神之爱始终不变，伟大无限无量，要让后子得蒙救赎，天使圣徒颂扬。真神之爱何等丰收，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所谓之藏，世上万境，用作笔看，全球文人，几何骨干，日记之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永恒。昨天天天，能就描述今生。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宣告。我们一起来。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请大家翻开诗篇29篇，诗篇29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是在旧约的561面。诗篇29篇第1节。上帝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第5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入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入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净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阿们。阿们。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温柔我们，你全能的膀臂时时的护卫我们，我们常常从你得到丰富跟平安。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度、我们的国家、宗派肢体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纪念中亚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使他们能够认识得到基督的救恩。说我们也要为台北卫理公会、北山区教会、永和天堂来祷告，为许志强牧师祷告，愿你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可以使人悔改信主，以及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主啊，我们也再次的为新冠肺炎向你祷告。说现在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愿你赐智慧
给各国领袖，将疫情控制下来。主啊，我们也要透过疫情谦卑悔改，求主怜悯保守。主，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教育以及美好品格的教育造就，我们为这祷告。主啊，也为着台湾水情告急，求主赐怜悯，能够降下雨水，解决缺水的情况。这一切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课，我们请蔡家庆弟兄来为我们读《创世纪》跟《使徒行传》。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第一处的经课在《创世纪》第1章1到5节，《创世纪》的第1章1到5节，在旧约圣经的第1页。创世纪第1章1到5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二处的经课是在《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在新约圣经151页。《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这是今天的经课。谢谢嘉庆。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章第4节到11节，是在新约的39页38页。马可福音第1章4到11节，由诗慧来读。第4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第6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第9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接下来是诗班的献诗。今天要献的是亲近主耶稣，另外一首是与耶稣交谈。
谢谢史班。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蔡牧师要为我们分享的是尊贵而谦卑的主，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上一起来敬拜上帝。刚刚那两首诗歌都是很轻快，但是是很早期的诗歌。各位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诗班越来越有一些的范围越来越宽广，因为我们越来越有一些那个曲调跟过去的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是很庄严、很肃穆的，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诗班的分享或是诗歌也可以很轻快的。你会发现，我们用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曲调、用不同的方式，都可以来敬拜上帝。我常常说，如果今天有机会，我们如果可以到非洲去，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也许非洲的教会他们会用非洲鼓来敬拜上帝；也许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每种方式敬拜上帝都非常美，都非常好。愿上帝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敬拜的人要在那里能够参与在敬拜的当中，不是只有唱诗的人，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起在公众的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不单是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可以敬拜上帝，包括你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敬拜上帝。我记得我的母亲在以前来教会的时候，她都会做一件事情，她都会把诗歌背起来，然后在拖地的时候，在打扫的时候，她就在那里唱诗，在那里来敬拜。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敬拜只有在礼拜堂，敬拜也可以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敬拜也可以在你的家里面，敬拜也可以在你读书的时候，在你学校的里面，都可以成为敬拜的地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所以千万不要介意啊。各位知道，其实当妈妈的人是很忙的，有时候在家里面忙不过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人帮忙，所以弟兄们还有小朋友都需要来协助一下自己的妈妈。那这个妈妈在忙的时候，正在炒菜的时候，刚好垃圾车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当然妈妈分不开身，一定要请爸爸来帮忙，所以她就跟她的先生讲：老公啊，垃圾车已经来了，请你帮我倒一下。结果这个先生他就跟他的太太讲，他说：你以为我是声控的吗？结果这个太太很生气，他就出来拿着铲子就追打他的先生，结果他先生赶快跑，因为他赶快要去倒垃圾了。然后他的太太就说：我就知道你一定是触控的。触控什么意思知道吗？要碰到才会。好，然后结果跑累了，他回到家里面客厅里面，然后跟他的孩子讲说：小朋友，我累了，帮我帮妈妈倒杯水。结果这个小朋友他说：妈妈，我是投币式的。知道意思吗？小朋友要帮你服务，要投币啊。当然，我们在家里面不要用这种方式了因为在家里面彼此成为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服侍者，或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帮助，这是需要的。所以有时候会跟师母讲说：我们彼此服侍。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都是家里的宝贝，但是我们成为家庭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跟互相成为彼此的这个仆人跟使女。所以有时候他会帮我收拾，师母有时候会帮我收拾，因为男生有时候比较不注意细节，有时候他会帮我收拾。那有时候我也需要帮助我的师母做一些的家庭的一些的工作。所以彼此跟互相在家庭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说教会像是一个家，所以彼此跟互相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千万不要觉得打扫是只有某些人的工作，整理只有哪些人的工作，或是教导只有哪些人的工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跟互相的帮助。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学会彼此跟互相。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我们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今年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年度，新的开始。我们在每一年的就是教会的年历里面，其实每3年是一个阶段，每3年就会把福音书能够来跑一遍。所以我们去年的那个主题的福音是马太福音，那今年当然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年度，叫做马可年。那马可年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的福音书所要读的内容都以马可福音做一个中心，或是做一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各位如果有上过这个圣经综览的时候，牧师会教导大家一个事情是，每一卷福音书在描写耶稣都是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的。马太福音用君王的角度来描写耶稣，所以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耶稣的教导，比如说登山宝训、八福，或者是耶稣讲很多的讲论，一些的讲道。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却是不同的内容，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先看一下今年的马可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马可福音这一卷书。明年是路加年，但是明年还没有到，但是先跟大家做一点预告。明年路加年，路加在描写的耶稣是像人子，耶稣是人子，他是从人所生的，他有人性，他是一个上帝的儿子，但是他是有人性的，所以他是完全的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是路加所描写的耶稣。马可福音所描写的耶稣却是一个仆人性的耶稣，耶稣是一个仆人的样式，他是上帝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都是比较行动性的。马可福音的作者当然就是叫做马可，所以各位福音书的作者都很好记，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太，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可，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所以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好，但是马可这个人是谁？马可这个人他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表亲，这个人叫做彼得。好，他原本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是耶稣的一个学生，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大弟子。这个人他是这个在他们班上，在这个耶稣的12个人的班上，他是一个常常很冲的人，而且他是很懂得耶稣的人。当别人都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唯一第一个站起来，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彼得对耶稣的认识是相当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人。他能够描写耶稣是一个上帝的儿子，在当时的这些门徒当中，他是最突出的。但是当然他也是最失败的，因为他曾经在耶稣要升天前，耶稣要受苦之前，他曾经3次的不认主。但是耶稣给他一个提醒，他说：“等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而这个马可就是这个彼得的表亲，意思就是他是学习彼得这个表亲，然后学习他怎么样去跟随耶稣。当然也同时把彼得的所对耶稣的认识写在马可福音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对马可福音可能觉得它不过就是一卷福音书。如果你看到马可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最短的福音书，其他的福音书都有20几章，只有马可福音只有10几章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最短的，而且它的内容是最精简的。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有几个这个马可福音的特色，这个是基督教论坛报他们出来的有4个部分，我们可以对马可福音做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跟了解。好，所以马可福音的开头里面，他讲出了一个重要的句子，就是马可福音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书？他直接点出了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上面写圣诞节不是是圣经里面的核心，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很重视跟强调，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那这个福音的起头就是马可福音所要描写的。所以马可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他直接点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一个特色是他很直接很明白的告诉你耶稣是谁。第二个特色是马可福音在4福音书当中是最短的，所以各位如果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可福音很短，很好读，因为它很短，但是呢它却是充满行动力的一卷福音书。马可在当时使用了42次的立即，如果各位查福音书里面的话，使用了42次叫立即或是叫做马上这些的话语。所以耶稣其实过着一直追的生活，一直工作追赶的生活，表示
耶稣基督在遵行上帝天父的旨意，他不是松懈的，他是时常去工作、跟努力、跟勤奋的。所以我们常常对耶稣有另外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觉得耶稣好像离我很远，其实耶稣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他也工作，他也生活，他也在做一些人会去做的事情，或是他会去接触人，他不是一个离人很远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其实上帝是跟我们很贴近的，他不是离我们很远的。所以马可福音它是一卷介绍耶稣在工作的一卷福音书。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耶稣是怎么样去工作，他在工作当中他是怎么样去彰显上帝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第三个，我们可以来看到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奇迹，应该是神迹了哈。神迹的次数比其他的福音书要来得多，因为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去行很多的奇事跟神迹，所以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里面看到很多有关耶稣的能力跟权柄，并且对他所做的一些工作能够更加的认识。第四个，也让我们看到在人性里面的这个耶稣，马可福音里面虽然他是一个仆人，但是也看到他的人性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10章16节的地方，他这里提到说，耶稣在这些孩子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他门徒们试图要把他们赶开，于是耶稣抱着小孩子，然后跟他们来这个祷告，为他们来按手。所以你会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耶稣，他是愿意有时间跟孩子们分享的，他是愿意跟弱势的，他愿意跟一些比较人看不见的族群，或是愿意跟一些比较人轻忽的一群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耶稣永远有时间给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儿童主日学里面我们为什么需要去造就这些小朋友？因为我们需要永远有时间留给孩子。所以老师们很重要，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在我们现在做礼拜的时候，他们正在照顾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正在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他都有时间留给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来领受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那些服侍我们的孩子的人，也能够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可以更有能力来服侍。另外一个部分是，耶稣是看顾那些叫做弱势的，甚至是人所不喜爱的、不喜悦的，甚至是觉得很脏的这一群人，耶稣仍然跟他们接近。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在这个经文里面第1章41节里面，他提到了有麻风病人。如果各位看福音书里面有很多麻风病人，这些人是人所不愿意接触的，然而耶稣却是愿意跟他们亲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应该是某些人的工作，这个应该是哪些人的事情，好像不应该是我亲手去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去碰触这些，这个东西很脏，这个是让别人去做就好了。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是耶稣没有因为这个人很脏所以他不碰他，耶稣没有因为这个人很糟糕所以他不接近他。我们刚刚听的那一首诗歌，亲近主耶稣，他必然拯救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愿意碰触那些叫做人所看为脏的、人所看为不好的、人所看为是污秽的这些人，耶稣愿意亲近他们。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些的特色，让我们可以去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同时成为这样的一个仆人的角色，来服侍上帝的儿女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需要重新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哪一些事情好像只有某些人应该要去做，比如说打扫整理，好像只有某一些人应该要去做。如果我们把它当作这个是一个叫做工作，或是叫做这个是一个叫做他这是应该他的工作，而不是这个我应该要去参与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区分。但是在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去成为那个维护环境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说这个是妈妈的工作，这个应该是爸爸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在家庭当中的所有的工作的里面。当然我不是说你应该去抢别人的打扫工作，或者是你应该要去抢别人的服事，不是，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一些的服事的里面。当你看到别人没有做到的地方，当你看到别人没有做好的地方，
不是去批评或是认为说你看他没有做好，他不尽责，他没有去完成他的工作，而是我能够协助些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家里面不是只有哪些工作是谁的，而是每一个人在家里面他都能够成为服侍跟帮助别人的人。好，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弥赛亚的身份，让我们能够知道从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来服侍人。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在之前有看过有关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内容重点不在施洗约翰，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他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的圣经，一起念来。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好，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提到施洗约翰，我们说他是最佳的男配角，因为他知道他的角色在哪里，他要预备些什么。所以约翰他知道他要去预备那个主角要出现了，所以这个预备的人他要先把他的角色扮演好，他需要先把他的角色能够演好，以至于让那个主角可以顺利的出来。所以犹太全地跟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到约翰那里去，要承认他们的罪，在那里受他的洗。各位，在早期以色列人，不管你是有没有受割礼的，包括这些外邦人或者是叫做犹太人，即使你受过割礼，小时候受过割礼，但是你长大之后，当你认识你的信仰，当你了解你要信靠上帝，并且认识你需要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人的时候，通常他们会再受一次的洗礼。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受割礼，小时候受割礼，但是长大之后，他如果发现我需要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也会让这些的老师或者是让这些的施洗的人为他们施洗，表明他们在上帝面前的悔罪跟认罪。当然外邦人不必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要受割礼，所以他们的认罪悔改也同样用洗礼的方式来做表达。所以洗礼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礼仪，就是表明我要脱离罪的辖制，表明我要脱离罪的生活，我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礼仪叫做坚信礼。小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小时候被爸爸妈妈带到教会里面来受洗的，但是长大之后，当你自己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就需要来受叫做坚信礼，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承认，这是你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父母亲的一个答应。所以这个坚信礼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讲的，在今天经文里面讲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样式，意思就是我重新的在上帝的面前来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或是我重新的悔改求主的赦免。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他所要进行的一个工作。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所应当要得到的那样的一个呼召，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也许有的人会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服侍，有些人他可能是在暗处的地方服侍。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但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那一份都是美好的呼召。曾经有过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皮鞋匠，他一直希望他自己能够被上帝来呼召使用，他希望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成为传道人，但是上帝始终没有来呼召他，上帝没有给这样的一个呼召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一生一直在做一个皮鞋匠。他有一个徒弟，他有一个弟子，也是一个皮鞋匠，跟老师学习做皮鞋。但是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他得到上帝的呼召，他说我愿意去成为传道人，所以他就因着这个呼召，然后就成为传道人，要去服侍主。这个老皮鞋匠虽然他没有办法去站在台上，或是能够成为传道人来讲道，但是他跟他的学生这样说，他说虽然我不能站在台上，但是请容许我，让我做一双好的皮鞋，让你能够穿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能够站上台的时候，你能够在那里服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呼召不一定要在讲台上面，也许你的呼召不一定要在哪一些地方，在明显的地方，也许你是在暗处的地方，但是你的呼召，上帝都透过你来祝福许多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微小的人物，
你的所有的工作也都在造就上帝的事工，也都在帮助上帝的工作，让上帝的工作能够更顺利的来完成。所以圣经里面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为了修直主的道路，他在那里为主预备了这些的人，以至于他们可以来领受神的话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现在所做的工作，你现在所做的工作也许正在造就一些人，让他们可以更多的得到帮助。曾经有过一个年轻人，小学生在小学里面，他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老师进到教室里面，他的老师对这些学生们深深的鞠了一个躬，然后跟这些孩子们讲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将来是要改变世界的，所以我很敬重你们，为你们祷告。所有的学生都不晓得这个老师到底在讲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老师他很用心的来教这些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人后来真的成为改变世界的人，这个人叫做马丁路德。这个人他虽然在小学里面，他的老师只是告诉了一句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将来是要改变世界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说自己应该是那个人，但是上帝呼召了马丁路德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正在为主预备一些人，让他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所以在第9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从加利利来拿撒勒，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约旦河，要来受约翰的洗。虽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也要尽诸般的义，要接受洗礼。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洗礼不过就是一个仪式，洗礼不过就是一个好像入教的方式，其实不是。洗礼是要尽诸般的义，洗礼是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表明我的信仰。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洗礼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洗礼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在众人的面前来表明我的信仰是什么。所以耶稣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当他受约翰的洗的时候，有几个证明在耶稣的身上就显出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样的证明。第一个，我们来看第10节的地方，耶稣从水里上来，有一个东西就降在他身上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表明耶稣是被圣灵所认定，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圣灵来不是要为哪一个人来夸耀谁，他的能力比较强，他的能力比较好，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观是失焦的，甚至包括恩赐观也是失焦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有恩赐的人，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个恩赐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耶稣的身上。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来是要让人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耶稣来到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灵来做见证，这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除了圣灵来做见证，还有另外一个人来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11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1节，我们一起念来。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间点，三位一体的上帝同时的出现了，圣灵也在那个地方，天父的声音也在那里显现，圣子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的声音在那里显现，圣灵也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要谈论的中心是耶稣，不是别的。很多宗教你可以不用谈他们的教主都没有问题，你可以谈很多的戒律，可以谈很多的诫命，但是如果在基督徒里面，如果我们不讲耶稣，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耶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不是其他的一个配搭的东西。也许你可以去学习我可以学习那个四圣谛八正道，这个是佛教里面在学的可以学很多的戒律，但是你可以不要有那个释迦牟尼，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没有耶稣，那么基督徒就没有信仰的目标，没有中心，也就没有办法来谈论有关耶稣的事情。所以
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在谈论耶稣的。好，所以圣经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信仰，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中间的那个最重要的核心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就是耶稣。这里提到说恩典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有形有体的，上帝的恩典有形有体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耶稣在那个里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上帝在那个里面，耶稣在那个里面？当你在服侍的时候，耶稣是不是成为你的中心，还是别人成为你的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失焦的，我们反而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是要为了耶稣来做的。各位知道有2个很重要的女人在圣经里面，一个叫做马大，一个叫做玛利亚。很多人都以为说玛利亚是这个最推崇的，其实很多人是误解了这个事情。马大所做的工作不是不重要，他重要的地方在哪里？是因为他的服事失了焦。当他不是以耶稣做中心的时候，他变成服事，变成是他的重担跟压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的服事变成你的重担跟压力，让你不喜乐，让你没有办法，让你觉得在你的信仰当中，你觉得服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么恐怕是我们失焦了。当耶稣成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那就会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恩典是谁？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提到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而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所启示的中心是耶稣。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如果我们的信仰离了耶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最重要要介绍耶稣，所以主角要出现了。这个主角的出现会让我们感到震撼，是他同时是最高的，但是同时也是最卑微的；他是最尊贵的，但是同时也是最谦卑的。我们来看一下，当上帝见证他的儿子说你是我的爱子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在哪个地方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2篇的第7节，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上面这段经文，我把它截录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篇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第2篇里面第7节他就提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上帝在约旦河里面宣告他说你是我的爱子的时候，就应验了诗篇里面第2篇第7节，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成为上帝的儿子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各位有听过有那些叫做民间信仰或是外邦的人，他们在讲一个话叫做我是天公的囝，知道吗？我是天公的囡仔，我是古代的君王叫什么？天子啊，知道那个意思吗？意思就是我是天公的囝，所以我才能够有这个权柄，能够去统治那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凡信耶稣的人，圣经里面约翰福音1章12节他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你都是天公的囝，你都是天子，你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的身份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上帝做见证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一个尊贵跟荣耀的身份。我们来看一下基督这个词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承担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承担了这个教导世人的工作，他是先知的这样的工作，先知的职分，然后他又是同时为人代求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所以他有祭司的职分在他的身上，而同时他治理教会跟管理所有的世界的万有，所以他有君王的角色在他的身上。过去以色列人或是当时的世界里面，你要成为君王，要成为祭司，要成为先知，你必须要受膏才能够成为这样的身份。所以撒母耳曾经高过扫罗，
撒母耳曾经高过大卫，成为君王，所以你必须要成为那个角色才能够受膏。所以受膏者的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他是尊贵且荣耀的。所以你要成为先知的角色，你要成为祭司的角色，你要成为君王的角色，才能够成为那个受膏者。所以他是极尊贵、极荣耀的。但是他同时，耶稣也是最谦卑跟最卑微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2章第1节，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42章第1节，我们一起念来。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以赛亚书42章1节。好，里面有看到一个东西，有没有看到？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注意到耶稣在水里面的时候，上帝做了见证吗？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是神的儿子，他同时又是神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生命不是一个受人服侍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要来服侍人的。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0章43节到45节。好，我们来念一下这里面的经文哈，请念来。你们中间谁要当首领，谁就要做大家的仆人；谁要居首位，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就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好，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内容，意思在告诉我们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成为服侍人的，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社会里面不一样。礼拜5的时候，我在跟姐妹们分享的时候，在姐妹会里面跟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提到一个事情是，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但是我们常常并不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是，谁是讲话的人，那个人最大，或者是谁是指挥人的那个人最大。10年前我在韩国去看他们的教会的时候，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一个事情是，我们很羡慕别人的教会，别的教会的到别人他们是怎么样去实践神的话语。各位，我们现在天气很冷，对不对？10年前的几乎这个时候，也是我跟一些卫理公会的这些牧长们去到韩国去观摩教会。然后当我们去观摩的时候，那天是下雪的天气。然后在下雪天的时候，教会的停车场旁边有很多的这个停车位，有很多车子要进来。各位，你知道在停车场那边指挥交通的人是谁，知道吗？有一个人穿着大衣，有一个人穿着手套，然后他在停车场的外面指挥交通。这个人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亲自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在门口，在这个招待的地方，在停车场的地方，在那里指挥交通。各位，你知道，当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在台湾的话，如果现在是下雨天，台湾大概下雨的时候，如果是下雨天，各位知道，在外面指挥交通，在外面安排停车，在教会外面去淋雨，在那里服侍的人，各位知道是谁吗？我们容许牧师讲一个比较粗的话啊，向他随向者，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变成是谁比较倒霉就谁去做吧，或是你比较之前的你去做，你比较小的你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不是这样，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当做众人的仆人。当你要愿意成为领导别人的人的时候，你需要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而不是在那里指挥别人去做，而是我能够成为那个服侍人的人。牧师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很大的震撼跟痛苦，是因为我们当传道人的人，自己有时候也会忘了或失焦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20年前，当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是因为有电梯的大楼，所以我们常常在要去上课的时候要坐电梯的。好，各位知道我们包括我们教会里面，或者是在一些地方打扫的人，通常都会有一些清洁妈妈在做打扫，或是有清洁人员在做打扫。我们很多人去搭电梯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很顺利搭电梯，没有人去理睬跟注意旁边有哪些人。这个妈妈她是从西藏来的，然后她是来台湾工作。那个时候早期台湾是经济很好的，所以他们来台湾工作，他们来台湾生活，他们来台湾有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跟他问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跟他打招呼，从来没有一个人去关心问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或是了解他你是谁，从来没有。而那个地方那里叫做神学院，能够了解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去看别人做这些事情，很容易这是他的工作，他跟我没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打扫的人是谁，那个需要帮助的人是谁，或是那个不起眼的那个人是谁。我们很容易去变成是只有看重某一些人，而忽略了某一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牧师不是说叫你们每个人都要去打扫整理，不是，而是你需要去注意到你身边有哪一些人是你未曾去接触过的，你没有去打过招呼的，你没有去跟他接触过或谈过话，或是了解他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坐电梯的时候下去就下去了，可能跟你一起的人你不晓得他是谁。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这样说，他说这个姐妹我跟她一起在教会里面聚会10年，搭电梯搭了10年，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从来不知道她的这个家庭背景状况，我没有跟她任何的接触。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变成是这种很冷的信仰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在教会里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有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的身份。刚刚提到了，我们的身份都是天公仔囝，都是天公的囡仔，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千万不要去小看自己的身份。有很多人说我不过很卑微，我很渺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当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有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是最尊贵且最荣耀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看我们，所以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你只要在意上帝怎么看你就好了。很多时候可能别人看你是微小的，可能说别人看你是不起眼的，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上帝怎么看你，而不是别人怎么看你。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信耶稣的人要效法耶稣所行的，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所以我们本来应该是要在万王之王面前来敬拜他，可是他却是成为谦卑的样式来服侍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服侍他的门徒，他是脱掉他的外袍，然后带上毛巾去擦每一个门徒的脚，甚至还有的人不了解他在做什么，说主啊，连我的头都要洗。很多人不晓得耶稣在做一个示范，就是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效法耶稣我们需要怎么做？若你要效法耶稣的道成肉身，就不要太在意自己的高尚的身份；若你要效法耶稣的卑微的服事，就不要在意弄脏自己的手；如果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爱人如己，就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得失跟亏损。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太在意自己要付出些什么，包括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脏，我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很看重爱惜我们的身份。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弟兄，让我觉得心里面我很佩服他。他是一个要做军官的人，但是那时候我们要受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学生一样，要在学校里面要做打扫整理的工作。各位知道男生的小便斗其实是很脏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小便斗都会塞住的。我的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官，然后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他在打扫厕所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刷马桶，当那个小便斗是塞住的时候，他是整个手伸进去，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的。所有的人都觉得哇，太惊讶了，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他说，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我相信他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军官，因为他会教他的学生，会教他的这些阿兵哥，你可以做更好的服侍，你可以服侍人更多更好。所以效法耶稣，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身份，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双手，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得失跟亏损。第三个，信耶稣的人要忠于上帝的呼召。忠于上帝的呼召不是只有3分钟热度，而是你要持续不断的。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让我觉得很感动，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他也教了我一句话，他说：小人常立志，君子立长志。意思就是你必须要长时间的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虽然也许很多人会说，我常常要去做什么，立志要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是3分钟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立的是那个长志，你要怎么样去经常的持续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犹太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坚持跟持续不断。当你坚持跟持续不断的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忠于上帝的呼召。所以穆迪这个牧师他这样讲，在神的大天地里，贡献最大的是在自己小天地里做事忠心的人。所以也许你不一定要做大事，也不一定要做大官，但是你要在你的天地里做忠心的仆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忠心的仆人。如果今天你是开计程车的，就忠心成为开计程车的人；如果你今天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就忠心成为那个家庭主妇；如果你是一个在这工厂里面，你是一个小工，你就忠心的把你的这个工作给做好。这个就是在你的天地里做忠心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不一定你要站在讲台上面，不一定你要站在某一些叫做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但是当你在你的小天地里，你能够忠心的摆上，都是上帝所看为是忠心的仆人，是上帝所看为喜悦的。最后我们要来看到耶稣来了，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耶稣不是要吸引人的崇拜，而是要为罪人而死。最重要的是，耶稣不是要呼召一群粉丝。我们现在在这个群组里面常常会有粉丝团，或者是叫做什么粉丝。耶稣不是要呼召粉丝，耶稣要呼召一群背起十字架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我们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也许是很难的，也许你会发现这是很困难的。当你要服侍一个人或是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神、精力在那个地方。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只有当耶稣的粉丝。粉丝有一天会解散的，粉丝有一天会看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他会跟随去了。但是跟随主的门徒是时常要学习效法主的样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跟随你的门徒，帮助我们不是成为粉丝，不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粉丝，而是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是最尊贵又是最谦卑的主，使我们能够学习效法你的样式，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职场当中，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都让我们忠心的摆上自己，即使在小天地的里面，主都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把我们所该做的来完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常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把今天的金句背诵2遍。在马可福音1章11节，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马可福音1章11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马可福音1章11节。好，回应诗歌，让我们一起来翻开新灵粮诗选112首，我们来唱。选手。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丰富给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主啊，我们这个时间也愿意把我们从你那里所得到的奉献在主你的台前，求你使用，发出功效。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请大家一起起立啊！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陈歌》。好，那我们在唱那个《我们成为一家人》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两位新的朋友，一位是杨伟祥，还有关嘉明。好，欢迎你们，请坐。好，另外有一位是徐丽花，欢迎，请坐，请坐。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我们一起来唱啊！我们成为一家人。比手拱手问安。好，那我们就请回座哈。
今天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教会消息，今天是显现节的第一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那崇拜之后，中午12点在201教室有召开1月份的小组长以及执事会议，请执事还有小组长还要准时参加。然后本周五就是15号上午10点是在南卫举行南教区的姐妹座谈会，有师母还有刘慈美小组长代表前往啊。另外是下午1点有南教区的牧子及会有领袖座谈会。那下午的下周1月17号中午11点半在副堂召开儿组还有学青家长的座谈会啊。那就是要请家长学青的家长要注意一下，可以能够一起来参加。另外，我们再报告一下，就是教会在2021年要推动爱读经计划，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参与这个读经计划，好吧？如果是有意愿的，请洽这个李淑仪执事。然后在卫理神学院，卫理研究院将于2021年，新学期要开的是旧约神学导论，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做装备了哈。请这个部分呢，就请洽干事，我们的干事苏清姐。那在1月底前要报名截止。另外就是第10项教会红本门徒的课程要在旧历年后的2月17号星期3晚上要开课了。如果有上过教会的新旧约的圣经中览课程，且接下来很重要就是愿意接受9个月的门徒训练的课程的这种就是这样子可以持续的参加9个月的弟兄姐妹，欢迎参加哈。另外就是在109年度的奉献明细表，奉献明细表的确认单已经放置在奉献袋里，请大家可以前往核对一下。如果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话，就请交回办公室。好，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仍然会有一个诗歌的分享啊。好，我们就请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义颂。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世上，使我们效法他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成为尊贵的神儿女的身份，也能够成为谦卑服侍人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请坐。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代祷。如果是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来，牧师为你们祷告。